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，光雕烟火秀是逐年拢成真侪游客去看。不过有保育团体就发觉讲，这烟火秀是办伫咧地上大庇地湿地，这烟火噪音甲真侪野鸟惊一个唔敢来。这两当这路考甲亚考的数量拢减真侪，保育团体是呼吁县府莫搁伫咧湿地举办这款活动。 8月11暗时啊，国家级要探地地上大坡地的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。伫放烟火的时阵，在地保育团体记录到有规定的野鸟，因为拍到惊全飞走。地上青年飞到工作站，报告公布这2年大坡地举办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。因的调查发现讲，2024年活动了后的24点钟，当咧环视路口的野鸟减少15%；2025年因为烟火放的地点有所较后壁100公尺。 影响有较细，减6.7%。遐若亚考的鸟类，2024年减30%，不过2025年却是明显减50%。虽然烟火表演会成观光的人阵，不过野生动物煞大因为安尼，古不离种离开家园。保育人士呼吁，唔通搁去咱地放烟火。 确实长期缺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调查结果。那这次透过跟池上乡亲合作的调查结果来告诉大家，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蛮好的。 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，目前累计已经有54万外人来参加。伫上乡每一年拢会争取伫咧大坡地举办光雕烟火的表演，请侪游客来看。不过即马对生态明显有影响。乡公所讲，明年袂搁放烟火，或者是换所在。我们有1年的时间，我们会重新来思考，也来重新拟议一下，是否有其他的活动可以代替烟火。 县府表示，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是由各乡镇提出计划来争取，每年伫上乡会提出更较友善环境的规划，嘛会尊重地方。另外，嘛会请各乡镇伫咧争取活动的时阵，嘛会甲对生态环境冲击的调查包括在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